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心声》节目。现主时呢，真侪人哦，但是要生囝呢，伊拢会考虑着讲家己的经济状况、家己经济能力，还有呢，家己是毋是有法度好好来照顾家己的囡仔，甚至讲呢，政府到底会当提供什么款的协助，才敢来生啦吼。那么现主时呢，面对这个少子化的问题吼，咱的政府呢，都来推出了这个育儿津贴以外呢，个推出了吼这个托育的补助，所以今仔日呢，咱特别互电视机头前吼，咱的观众朋友好好来做一个了解。咱即马就来为大家介绍今日的高咱节目当中的贵宾。咱首先要来欢迎的是台南市政府社会局的刘淑慧刘局长。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咱主持人大家好，大家平安。好，非常欢迎。第二位呢，为大家邀请的是中华民国教保联合总会的包崇明副总会长，欢迎。市民新生的观众，大家好，大家晚安。好。咱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呢是台南市保姆职业工会的温月桂理事长，欢迎您。市民新鲜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好，非常欢迎哈。好，咱今嘛的直接来切入主题啦。我要先请教局长哦，这个育儿津贴呢，我们知道有新制跟旧制啊，到底伊的差别伫倒？相信吼，这些观众朋友想要了解吼，你给咱说明一下。好，咱为今年的8月1日开始。咱就推动这个新的这个措施哈，咱行政院家有推动很多的这个好的措施，要互咱的这年轻人会当这个敢生囡仔吼，愿意要来饲囡仔，会用饲甲较好势，吼，会用较平安，大家拢足顺遂的安尼。所以讲咱8月1日开始，咱有这个育儿津贴，甲这个托育补助。新的育儿津贴其实伊上大的差别，就是伫这个条件，吼。虽然这个排付20%这个排付是共款的，但是过去的这个旧制吼，伊的金额甲伊的条件无共款。比如讲伊的金额过去可能托育补助干那3000，但是今年8月开始就变6000以上。6000以上，所以这个条件上吼，就是讲咱过去咱要申请这个育儿津贴咱就需要这个一方的家长未就业，就是讲这个家长的一方爸爸也是妈妈，有一方面是无食头路，安尼才会当来领这个育儿津贴。但是咱即马新的制度，甲这个条件取消，所以咱台南市。这个会用适用这个育儿津贴，咱就为14000外的囡仔，提高到26000外的囡仔，拢会当来适用。所以有0岁到2岁，就是讲2岁以下安尼的囡仔拢会当来申请这个育儿津贴，也是托育补助。所以这个新制旧制。人数的差较侪，就主要这个条件无共款，限制较少。对，所以这个条件放宽之后，咱台南市像拄则局长所讲的，那这样子就是多了12000多人受惠耶。咱0到2岁，总共咱即马人数差不多27000外的囡仔。所以有26000外的囡仔是适合会当来领这个育儿津贴。对，所以这个福利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安尼会当加减鼓励讲咱即马少年人唔敢生就想讲有津贴的话会当考虑讲真的，不然现在的话这个经济压力太大，很多人真的是不敢生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样政策。好，那我们知道说8月1号呢，我们这个托育的补助有正式上路，那我们台南市当然是全力的配合咯。那当时也有召开记者会，咱今嘛来看当时记者会现场。针对准公共化托育的补助，新制伫8月份正式上路。市府配合中央的政策，依照0岁到2岁幼儿3种不同的托育方式，分别是准公共化、送去保密，还是私立的托婴中心来照顾的。另外，公共化则送公共托育家园照顾，以及由厝内人家己照顾的，全面提供无同额度的幼儿补助，并且对9月1号开始，要额外提供2岁到3岁幼儿托育费用补助，每一人每个月上限是2500块。各位都知道，我们保姆其实本来在旧制的时候，我们就有所谓收费的这一个标准。
还有上限的这个部分，这是原来就有的。那新的也没有再把它变严格。那相关的一些我们服务人员去家访的要看的要这个辅导的也都没有变，跟原来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再一次的跟大家保证说，这一些其实都是原来就关心辅导在做的一些标准。那其实这一次行政院这一次中央这样子一个扩大的政策，主要是让我们青年人愿意生，能够养，而且养得好啊，希望能够做这个部分的一个扩大的补助。面对新制上路，真侪户下资格家长拢真欢喜，但对着第一线的保镖，开始受委托的准公共化托婴中心却无共声音。我们先不论说劳动条件好不好，但是目前登记制跟我们加入准公托以后，它的劳动条件是一样的，没有变，没有变。但是如果说真的要我讲的话啦，其实，那个托育费用设上限真的不是一个公平的事啊。另外，毛保镖反映，希望恢复免费施打流感疫苗甲体检补助，因目前这个措施只有机构式的托婴中心才有，所以希望市府会当替因争取。在中央单位或是说市政府这边可以帮我们争取流感疫苗施打的补助，我们第一线居家托育人员不是机构，因为我了解的是目前都是机构在补助，只有补助机构的教保员，那我们第一线的人员并没有纳入。我马上回答你。回答，没有问题。谢谢李副秘书长。今年就有了。谢谢。面对保镖团体甲托婴中心的意见，市府嘛伫现场答应，今日开始将提供保镖免费施打流感疫苗，至收费顶面将配合中央的政策，伫业者甲家长之间取得平衡。所以咱这个新制上路了吼，局长是不是跟大家来讲一下就大概就是说，实际上它这个补助的金额是什么样？是咱8月1号开始，咱的这个育儿津贴的补助，就是一般的民众就是2500，那中低收入户就是4000，低收入户家庭会用领每一个囡仔5000，但是有一个个新制度足特别的，就是第3个囡仔以上拢更加领1000。就是讲你若第3个、第4个、第5个，鼓励生较济，对，鼓励生较济。所以第3个以上，这个拢加1000，就是2500就变3500，4000变5000，5000就变6000。这是新的制度开始，这个育儿津贴的部分。所以讲不但是人数增加，而且这个金额嘛变多，就是讲要鼓励咱生这个努力的来生产报国，是。对，所以这个应该是效果还会比较好一点啦，因为很实质的一个补助啦，好，那我们就是8月1号呢，这个新制上路之后，到现在1个多月，一个月以来，这个今嘛目前好个是安怎？我想这个育儿津贴是大家家长拢足欢迎的嘛拢真欢喜，因为这个育儿津贴较无限制较少，甲托育补助无同。这个育儿津贴的部分，只要过去迄14000外的这个小朋友的家庭都唔免搁重新来申请，阮会把这个资料直接就嫁接过去。所以讲新呢，就是讲过去你无符合的。这个万外的囡仔12000多新增加的这一些小朋友的这个家长那赶快在9月30号以前都来申请，都可以从8月1号开始来领取这个2500、4000、5000的这个部分。对，但是就是说一定要在还没有申请的9月30号以前，要赶快到当地的区公所去申请，那这个育儿津贴就可以开始从8月1号开始领。所以育儿津贴的部分，大家要赶在这个9月30以前9月30以前要赶快完成，对，赶快提出申请，而且很简单，就到公所就可以，到这个小朋友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公所。对，对，是，所以其实也蛮方便的啦，只是说家长要自己去申请。对，家长自己申请，或者家里的阿公阿嬷也可以，也可以帮忙去申请。对，那只要就是带着这个
家长的就是监护人的资料，然后身份证啊、印章啊，还有最重要你要转账，所以那个邮局存簿的封面影本，这样就可以了。那到公所的社会课去申请。就这么简单，对，是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很麻烦，那其实不会，因为现在为了鼓励生育是大家都会尽量可以帮你就会帮你，是会做最好的服务。对，好，那是在育儿津贴的部分。那另外在准公共化的托育服务这方面对家长来讲那其实对他们来说最实质的帮助是什么呢？其实如果在托育补助的部分，就要请观众朋友稍微用心一点来听哦。就是说，托育补助其实有分公共化跟准公共化。那公共化很简单，就是政府设立的托婴中心就是公共化，就是公共化。对，政府设立的托婴中心，或者是我们现在在台南要极力来推的托育家园，这个就是公共化。也就是说，政府直接设立的，这个就是公共化。原来。那我们台南市呢，我们在107年，今年年底以前，咱就拢要来设立8间上无8间的托育家园。那一间的托育家园可以有12个小宝宝，小宝宝，然后由4位托育人员来照顾，也就是1位照顾3位，1比3，这个是我们的公共托育家园。那这个就是公共化。那公共化有补助无？有，公共化嘛有补助，虽然是政府的收费较俗，但是嘛是有补助。当然补助就较无遐尼济，补助就3000、5000、7000，3000、5000、7000，3000就是一般的民众，5000就是中低收，然后7000就是低收入户的家庭。那所以讲，咱也有法度好送去咱的托育家园。当然，较歹势就是咱台南市今年才开始设立，所以目前敢若安南区有1间，但是年底咱就有8间所以讲咱若有家长想要送去咱的托育家园会用到时阵咱拢会来做这个宣导大家就让去登记去报名所以讲咱。若讲，比如讲一般的家庭，咱的公共化的这个托育家园，咱收1万块，收1万块，咱佫甲伊补助3000，所以伊只要交7000，一个月7000，伊就会当甲囡仔白天这个咱的托育家园会用甲伊照顾。你若中低收的伊就会用补助5000，所以伊家己就交5000，伊就用这个囡仔就有人替伊照顾白天所以这是真好的一个公共化。那准公共化呢，就是咱公共化，譬如讲，你看咱即摆敢1间，咱台南市到今年年底才8间，所以嘛是8间嘛才上济96个小朋友，会当来遮上学来接受照顾所以讲咱就爱去甲遮的私立托婴中心，还有我们的保姆有1000多位的保姆那他们都很优质，那也都有证照。那我们就是要甲遮的托婴中心甲遮的保姆来合作所以咱叫做准公共化，就是跟这些保姆签约合作，跟我们这些私立托婴中心来合作，然后签约，然后就像他们也是送到这个公共化的这些托育家园一样，那这个就是准公共化。哇，听着局长这样讲，我终于搞清楚了。原本这个公共化呢，跟准公共化我搞不太清楚。那局长刚一讲，真的很容易懂啊。这个公共化就是政府直接设立的，对。然后准公共化就是说，你来一些私立的跟我们合作的话，就变成准公共化。哇，这样我终于搞清楚。我今天一直在念这个稿子，说公共化、准公共化，然后念来念去，念到我都头晕了。对，那现在子经过我们的局长这样一说明，大家就了解。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咱今嘛台南市在推动这个准公共化的这样的服务嘛，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有一些很好的配套，才能够让这个推动更顺利。那么这些配套有什么？有一些比较友善的作为嘛。我要先感谢我们今天另外两位来宾都是我们的好伙伴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副总会长，我们的包先生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理事长我们的温理事长。那温理事长他就是我们的保姆
的这个领头羊哈。那我们包先生也是哈，没错。那他们一个是代表我们的合作单位的托婴中心，一个是代表我们的准公共化的保姆。对。那我想我们非常的努力，其实真的很希望就是说这一些签约的保姆或者托婴中心，他们赶快在9月底以前可以签约。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有签约才算是准公共化的单位。那准公共化的单位送到这些有签约的保姆或者有签约的托婴中心的这个私立托婴中心的这一些单位呢，那这一些孩子的家长才能够领这个6000、8000、1万的托育补助。是，如果这一些家长他们是把孩子送到了没有签约的这些保姆或者托婴中心呢，那他就没有进入准公共化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范围里面。是，所以他们可不可以领？可以领什么？领育儿津贴2500。对，所以就是有送到这个签约的保姆、签约的托婴中心，它是一般民众就是领6000，那中低收就领8000，低收的家庭就领1万。那如果没有，那就是一律就是领育儿津贴2500。哦，这样差很多哎。是，所以我们努力再努力，终于就是在这2天，那我们托婴中心也好，还有我们保姆也好，我们都已经突破50%。突破50%了，好不容易，谢谢。突破50%，那托婴中心呢？我想有他们2位的大力的支持跟我们协助，那我们这个到达80%这样子，我们是应该有信心到9月30日之前，那希望能够至少有80%来加入我们准公共化，因为这样对家长。他才真正的政府的这个想要协助的这个托育补助，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受惠。对，是。对，所以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在保姆跟我们这个托婴中心方面，如果跟我们市政府签约越多的话，那我们家长呢就送去这个有签约的地方的几率就比较大嘛。对，他如果去没有签约的，他只能领这个育儿津贴，就2500开始起跳。但是呢，如果是托育补助的话，是6000开始起跳。哇，那差很多对不对？所以这个政策我们局长就大力的在推广。对，而且目前好像台南市的推广状况算蛮好。我们保姆有签约的有700多位，700多位了哈。那我们托婴中心总共台南市有64家私立的托婴中心，那64家我们已经签了35家，有35家。那当然我们的目标是至少就是说看能不能达到80%，那64家的80%。还有这个大概45家或者50家，这个是我们的期待啦因为剩下不到2周。对，那保姆的部分真的要特别拜托我们，如果有在收看这个节目的保姆，能够真的赶快来跟我们签约。那签约为了双方都好，我们希望能够创造3赢。政府这边的政策能够落实，那能够让民众受惠，那年轻的父母能够减轻负担，那其实保姆的这一个它的收托的来源也会比较稳定，那这个是在这边真的再一次呼吁。是，所以接下来我就要来访问一下我们台南市这个保姆职业工会的温理事长了哈。那理事长，目前你们这个工会的话，大概有多少的会员？我们工会的会员大概差不多有900个，900个嘛，哈。那刚才那个就是局长有讲到说，目前有700多位有来签约了哈。那就是说，目前那你们有900多位，那就是还有一些是没有签约的。那他是不是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让他不想去签约呢？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谈一下，让局长了解之后，或许这样子他们解惑了以后就会想签约哦。其实可能有一些网络上群组里面在传的问题我们社会局这边应该也都有知道了是。对，那其实保姆他们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对啊。所以网络上以讹传讹的消息很多。对。所以变成有时候会有一些别县市的群组里面说出来的说这个契约书里面会怎样，影响到保姆的权益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们也不去确实去了解说是不是真的会这样，是啊，所以因就会感觉讲足紧张的、足惊的，人讲安怎啊，咱若签就会安怎，甚至于哈，像今天哈，那个蔡旺全议员哈，他有在议会的一个咨询那个我们局长这边的一个影片哈，他请我帮他播出去，我播到那个保姆的群组里面，就开始有人对有声音说哈，那个讲的不是重点，我们要的不是这个，对，那他们要的是什么呢？对，然后就正反两面的人都有哈。那其实啊哈，依照我的了解啦哈，其实保姆他们对契约书的内容哈，因为别的县市有把契约书里面的2789条拿掉，他们就认为说人家可以拿掉，我们也可以拿掉，那其实以我来讲啦哈，以我来讲，哈，我已经签了，我在8月份就签了，对，嘿，然后那时候哈，其实有一些保姆在问我，好，2789条，我说其实第2条跟第3条其实是同样的意思，只是说在签约的时候签起来会觉得卡卡的。那它第2条跟第3条的大概的规定是什么？可以让我们观众了解一下。第2条的部分是乙方免约收托时间及费用的标准。其实这个标准就是跟我们第3条是一样的意思。乙方在契约期间收费应低于政府托育服务签约收费上限，也就是说我们台南市所制定的收托费用基准。所以2条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有关收费的问题就对了。对，因为你第2条如果没有写的话，我们第3条也是一样的意思。那其实像第7条的话，第7条，本契约自终止之日起，甲乙双方之权利义务即行消灭，唯能须负相关之保密义务。这个跟我们的个资法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一条其实有写在这边，没写在这边，是一样的。因为你不能说没有写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个人的秘密泄露出去吗？那就违反个资法了嘛。那就违反个资法了啊。对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 care 说这一条在这里。对呀。那像第8条，本契约未载明之事项，依行政程序法及相关法令规定办理。其实他们一直在讲这个行政程序法，那他们不了解的是，也不是说不了解，其实我们社会局这边在办说明会的时候，他们针对这一条在问的时候，我们专员啊、科长啊，他们都解释得很清楚。政府跟民间所签的契约就是行政程序法。对。那如果一般民众跟民众所签的是民法，这个就是我们的母法来的嘛。因为网络上就说，如果用行政程序法就会怎样的，讲得好严重，所以我们的保姆可能资讯比较薄弱一点，他们就会好紧张，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跟政府签了这个行政契约之后，我们就会怎样？其实实际上是不会。其实就算拿掉了，对，还是一样要依照这个母法来呀。对呀，还是就像刚讲那个，还是要依照那个个资法。对呀，是一样的道理呀。写进去了，只是说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所依循的就是这个行政程序法来的。对。结果变成是行政程序法是让他们来做文章的一个法。对呀。对。所以可能就是因为网络上有这样子的谣传。那第9条的部分。未尽事宜，本契约如有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同意，要甲乙双方同意嘛？他们会认为说，社会局这边、政府这边可以单方面来修改这个契约。那我也一直在讲，然后我们社会局的专员啊、科长他们也一直在讲，这个契约就算要改，也要到那个签约期限到了，下一次要再签约的时候才会改。对啊，才能改。对嘛，才能改，不可能说中途就改嘛。我这样子在讲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个行政院的那个林万益委员，他说我们这个是滚动式的契约，所以会一边走一边修一边改。
哦，应该没有这种事啊。契约不能说哈，你片面什么时候我想要修就修嘛，对，一定是契约到期的时候，然后要修才可以再修嘛。是啊，哇！所以其实我也是想说啊，刚好借今天这个市民的心声哈，对，希望有更多的保姆听到哈，针对这2789条的解释，他们是不是可以比较了解一点？对啊，能够有正确的了解。对，然后是不是可以把他们心中的疑问解除掉？这样子。对，因为很多人他可能面临这个签约的时候，那他听别人怎么讲，他就会很谨慎、很紧张。但实际上呢，这个东西，你看那么多人签了，而且刚才这样听起来，很多就是说，是文字游戏的东西，并不是会违反到什么。对啊，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也请局长趁着这个机会跟我们这些保姆朋友们好好说明。我最近你讲保检，各在保检哈。我觉得我在台南市这么几十年，我觉得人品也不是太差啊。我真正是要呼吁讲咱的保姆哈。这3条其实，咱去看所有的契约，尤其是第9条，就是说第9条就是说啊，甲乙双方啊一定要合意，就是讲啊，咱一定爱契约到期了，啊，咱双方面讨论啊，才会当变更这个契约的内容。我想这是一定拢最后拢会安尼写的部分啦，吼。啊，这个至于迄个，阮会修改，就是讲，阮感觉讲有的所在，比如讲咱6都来讲，6都来讲，他拄啊咱温理事长你讲的，就是讲有一寡保姆哈，啊，伊讲有一个管期，其实6都内底敢一个都，某一个都有甲迄个摕掉尔。嘿，其实其他的拢无，其他包括咱台南市，但是我的看法是因为。长期我对这个，因为我咧做儿童保护嘛，所以我对这个稍微法令上，我觉得可以修正，但是不一定要拿掉。我嘛甲有一场细场的这个说明会，我嘛亲身去甲这个保姆甲因的家保卷甲因解说，就是讲我会来修改，譬如讲头拄仔咱讲迄个相关法令。因就会感觉讲相关法令到底是什么法令？所以讲我即马就会，咱台南市我就无管其他的管区，咱台南市咱就先来甲即个相关法令把它列出来，互咱的保姆就放心的，就是讲相关法令到底是什么法令？其实相关法令拢是咱保姆熟悉的，就只有2个法令。这2个法令未有即个签约进前。本来就拢咧适用啊，比如讲那个儿童保护的这个儿权法，儿童权利的这个权益促进法，这个部分本来你就算没有来签这个约，你讲我不爱去签这个约，你的照顾的这个囡仔嘛袂当领6000块，但是有一天若真正有发生什么状况的时阵，阮嘛是会社会局嘛是爱去给你用这个法给你处理，就算你没有签这个约，是好，就算我把这个我把这个条文拿掉，那有状况的时候，我还是要用这个法令去对你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处理。对，然后行政程序法更有趣了，本来这一个法就是这个行政契约，咱这个契约就是行政契约。好，那我把这个行政程序法5个字拿掉。但是你还是跟公部门，你还是跟市政府签了一个行政契约，到时候有状况，你还是要适用行政程序法。我只是把那个字面拿掉，所以咱你讲某一个管区，你把它摕掉，其实是我个人看起来，我是感觉保姆只是表面你无看到，但是到时阵万一有状况的时阵，嘛是爱用行政程序法甲相关法令。对，比如讲无小心。这个囡仔受伤，还是讲有一寡这个疑似施暴的状况，那你疑似施暴，不管有没有签约，不管你是不是保姆，因为任何人都不可以去施暴孩子，对不对？这个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所以讲我感觉讲咱保姆真的不要去听一些可能咱保姆真正是对这个法令会较烦恼起来啃啦但是阮一再的说明，就是说，我就算把它拿掉了，还是会适用的。对。那我们把它摆在上面的用意，就是说，你清楚，我清楚。那到时候我也不会去欺骗你说，我不爱用啊，我下摆袂给你用这条这个行政程序法来给你处理哦。
无法度，只要你是行政契约，甲政府签的，无换一边那有这个行政法院。对，行政法院就是你跟机关，就是跟政府部门，你有任何要告政府，还是要告什么会，不是干那政府要甲你处理，要甲你处罚咯，是人民众你嘛会当来对政府来要求。所以伊是保护民众，啊嘛保护双方面的。所以我是再一次借这个机会，给咱的保姆来说明讲，它存在在那里，你真的不用害怕，它不是单方面的啊。政府即摆的政府嘛，袂讲叫你叫你不讲理啦吼，不会的。其实，然后那个相关法令我们会把它列出来，到底是那2个法啊，另外一个法就是每一个保姆都知道的，就是他们的一个收托的这个部分。那因下哩欢乐，因甲民法加这个行政契约，加这个因甲家长有诶保姆有咧讲啦，他拄仔你署长可能无讲到，这保姆你甲我问，伊就是讲，阮都已经甲家长有签一个约啊，是安怎爱搁甲你市政府来签，这是无共款的。甲家长签的是这个适用民法，甲政府签的是行政契约，行政的契约啊，所以讲，你若甲家长之间有纠纷，有纠纷都爱用民法去处理，袂用行政程序法，绝对袂用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一定是你跟政府部门、跟行政机关，有任何的这个，不管是民众你要告政府，或者政府要处理你的一些状况，才会用到行政程序法。啊，你若甲家长的一寡这个看法不同款，还是家长甲你挑剔，还是什么会，那个不会用到行政程序法。对，哇，其实局长说明得很清楚啦，哈，别的县市就算拿掉了以后，他那个还是在啊，对啊，背地里还是在，让你表面看起来不知道，但是实际上你还那个法还是存在的啦，哈。李嘉丹局长，我挂波钱啦，哈，这绝对袂公平，哈，就是说不好的法还是什么的，是，对啊。好，那接下来我要来访问这个我们的包副总会长，我们知道说你也是台南市的这个婴幼儿托育协会的是会长嘛？创会理事长。创会理事长对啊。然后目前那刚才就局长有讲到，我们目前台南市有64间嘛，那其中你们会员好像就占很多了。是我们占了快50间。快50间是的，对啊，所以就是几乎全台南市的都有加入这个会的啦。对。好，那就是针对我们这次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签约的动作的话，那你们觉得说对你们来讲，到底好处或者是说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好，那先讲好处部分哈。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一次准公共化的政策，能达到政府机构跟家长一个3赢的状况。那怎么说呢？因为目前来讲我们知道政府的资源有限，民间的资源无穷啊。依据目前卫福部的统计，全国的托婴中心的收托量差不多在60%左右。那我们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次准公共化之后呢，能够提高的这个托婴中心的收托率，能够6成，看能不能提到9成，让更多的还没有进来的孩子能够进到这个托婴中心，能够达到这个普及委外托育的普及，然后让我们经济弱势的小朋友都能够进到这个托育服务的这个网络里面去。是，对，所以这个就是说，其实你们觉得这个政策是蛮好的。对，那目前那如果目前还是有一点点的，也有一些困难啦，在托婴中心的困难大概会有两点啦。一个就是说，因为中央定了一个薪资的门槛，就是3年后85%的托育人员要达到28000的薪资，但是这个薪资是全国一致的哦，所以我们会变成什么呢？他们叫做南部收费，北部薪资。所以那这一点对我们南部的托婴中心确实比较辛苦一点。那我们也还在加紧的跟中央在努力当中啦。好，那看看是不是我们地方政府能够给予我们其他的一个补助，让托婴中心呢能够更有这个意愿在。对，这是一个目前比较困难的地方。对，因为毕竟这个南北啊，有薪资上的差异，对，还是对设备不一样，对，差蛮多的。所以你要求都一样的话，对南部来讲是真的比较不公平。对，目前困难在这地方。所以这个就是目前你们觉得说政府可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补助。对，对，那这个部分非常的好。那好，那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也会很关心，就是说，那如果我的小孩啊，就是给保姆啊。
就来照顾的话，那一般的保姆他要先有取得一个合格的证照嘛，然后他如果说要来负责帮我们照顾小孩的时候，他还要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什么照顾证嘛，还是登记证嘛才可以。那我们一位保姆的话，他可以同时照顾几位小孩呢？2岁以下2个，2岁以上2个，最多。所以是可以同时照顾4位小朋友就对了。好，年龄不一样。年龄要不一样，对，要不然同时如果每个年龄一样，好像也会手忙脚乱的。对啊，4个都同时在哭，我只有2双手，我不知道怎么抱。对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说在保姆的品质的话，那我们很多家长他可能会非常在意我们这个保姆的这个品质嘛。那所以就是我们知道说，您本身就是理事长，那你就是说看过这么多的保姆，那也是跟我们家长建议一下，要怎么去选择一个非常好的保姆。在硬体的部分，就是你一个家长到一个保姆那边去参观他的环境环境安全是很重要。先看环境的安全。对，但是我觉得家长要知道怎么去跟保姆谈。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看这个保姆的专业程度。那还有就是说像保姆除了那个每年的18个小时规定的在职训练以外，其实自己本身怎么可以在这个少子化的冲击之下，你可以脱颖而出？你有在这个职场里面有你的竞争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你怎么让家长来的会选择你像除了在职训练的18个小时之外，你要提升自己的相关能力、相关的职能所以像我们工会就有办一些教育训练，那有很多保姆都会来参加，他们会去加强说，比如说点心的制作方面啦，还是那个专业的课程，像蒙特梭利啦、感觉统合啦、教具的制作啦，提升自己的相关的职能。然后家长来了就会觉得说，这个保姆很 OK， 很上进。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保姆自己本身那个情绪应该要很稳定。对，这很重要对，要很稳定，这个很重要。总不能说家长来看环境，你的环境弄得很 OK， 但是家长在跟你对谈的过程，你板着一张脸，或者是家长问你的问题，你答不出来吧？对啊，所以其实是家长要去，不只是去看一次环境，1次、2次、3次，你有问题你再去问一下都 OK 的。所以其实建议可以多看几次，对不对？对，如果你觉得这个保姆你觉得 OK 了，觉得感觉好像可以的，你可以再多去一趟。对啊，再深入的多谈一点。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家长让爱清心去行你爱从中去了解。对啊，不然有时候你并不是对他那么熟的时候，小孩子交给他这样照顾也是很担心的啦。对啊。好，那我们现在如果说这个准公共化的这个服务上路之后你觉得说对你们保姆来讲是不是有比较好政府的这个政策其实利益非常的好包括说我们社会局这边也一直在跟保姆做沟通啦是。那其实你看那个现在的年轻人经济条件真的比较差一点，然后政府这个利益让家长领比较多的补助款，那家长会比较愿意把小孩子送托出来。对。那相对的，不管是我们居家保姆或者是托婴中心，相对的收托率应该会比较高一点。这个我觉得是，在这方面是可以创造3赢的局面。对，所以这个政策你们觉得是 OK 的。对。好，那我接下来要帮我们的副总会长那其实就是说，很多人说托婴中心可能很多人现在就是因为新闻媒体的报道，大家很多的印象会想说，是不是有虐待小孩？对啊，这个应该你们也常常遇到家长会问，对不对？那我们家长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就是让自己能够安心小孩不要受虐的这个环境呢？好，好，那我想这是很好的一个议题我想我们总会呢准备了一个叫做1、2、3、4、5、6快速辨别的一个方式让家长可以知道
对，大家注意听哦哪一些是一个优质的托婴中心，而且还可以领到托育补助的哈？来，一是什么呢？来，因为我们托婴中心呢，哈，都有一位专职专人的主任，这很重要哦，哈，先要有一个专职专人主任。是。好，二呢是我们的托育老师呢，一定要这2种资格，一个呢要有保姆证照，或者是本科系，也就是说你是幼保、护理或家政。好，一定是这2种的其中一种资格，才能在托婴中心担任托育中心的老师。哦，好，是。3是什么呢？3是托婴中心一定有这3种设备，叫做调奶台、沐浴台跟护理台，这是属于托婴部分专属的一个专任的一个设备在。4呢，一个优质的托婴中心呢，一定会有这4种证照。第一个立案证书。第二个呢会有防火管理人证书，第3个呢会有一个公共意外险的投保证明书，第4个呢会有一个 CPR 的急救证照，这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对。5呢，它可以清楚的一个托婴中心的师生比例是1:5，也就是一个老师最多也只能带5个孩子。好，6就是只要跟我们的社会局签约，就可以领到6000块的补助，所以1、2、3、4、5、6就很好记了，很容易就可以辨别哪些是优质的托婴中心，而且又能够领到6000元的托育补助。哇，好棒哦！还可以当你们代言人呢，讲得这么好。对啊，讲得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家长就是说，这样子也真的是一目了然，就是记好这6点。对啊，就没有错。对啊，好，那我们赶快都做了好多红布条，红布条都挂在托婴中心。对，没错，就很容易辨别出来。那家长看到说这个有签约的，对，就很好辨，就是我们的第6点就可以领6000元这个部分。对，不过我觉得我听到理事长2位理事长创会理事长，对，那他们的那个我真的觉得说，其实是3赢真的是可以创造的，因为这个政府的诚心是一定有，善意也一定有。那当然，我们地方的政府，我们会因为中央的政府，比如说刚刚我们这个副总会长这边讲到的，就是说这个北部的收费。北部的薪资然后南部的收费，那对他们来讲，我其实特别为了这个事情跟他们几位这个私立托婴中心的这一些主管，我有特别跟他们对话。那我也想尽办法要来就我们地方能够来补助，或者是能够来给他们奖励的一些经费，来补他们那个因为北部的这个薪资，南部的收费的那个落差，来让他们减掉寡啦哈。我们看有没有办法100%的弥补？但是我们地方能做的，我也努力的在市政府这边跟长官来争取。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理事长这个我们保姆协会、保姆工会这边都一直在讲的，就是我们的不管是公共意外险保险因为带囡仔难免有一些可能会有一点点意外的一些状况或者保姆跟我们托婴中心的这个保育人员，那他们的身体其实健康与否那对孩子的健康与否是相联动的。那所以我们也会努力来争取，就是说，他们的健检的这个相关费用补助健检的补助，还有他们的这个公共意外险的补助，还有他们托婴中心的这一些奖金比如说他们都会接受我们社会局的评鉴。那我们从这几个面向我最近也努力在跟长官来积极争取那也许可以正向的期待。那当然也有好多的，就像刚刚说的这个温理事长说蔡议员特别播放我跟他的对话那好多位其实这个好多位议员那都有关心这个议题，也都在给我很多的一个提点。那我想我也努力，我真的也很努力的在帮忙争取所以因为这些都是就像副总会长讲的，政府的这个资源真的很有限。那政府这一次这样子这个提高这样的补助额度，已经要非常多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经费。那我们地方如果可以
的范围内，在我们的年度预算里面，我们可以做的，我们都努力的来争取。那盼望说啊，透过这样善意的一个释出哈，那能够稍微让他们比较安心，那他们的这个感觉的损失也可以降低哈。我觉得这个是我社会局这边可以来努力来做的。对，所以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共创3赢。对。是。那局长，你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托育中心跟保姆们来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新制度上路了，让他们了解一下。是。我最想要讲的第一件事就是9月30号以前，那我们剩下真的不到扣掉一些放假日，真的工作天大概只剩下10天左右。那这个我一直都每天都很急，那我的同仁也都被我追着跑就是每天都要问今天又增加了几位签约了，几家签约了。那我们希望真的能够达到至少这个8成的。其实我们现在过去我在基金会民间的基金会，其实训练了很多台南市的1000多位保姆。那当时训练的时候，其实是很在意。当时各位顺便讲一下当年为什么会训练保姆，其实就是为了儿童保护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孩子会送到保姆家被照顾，那我们觉得把这一些保姆能够让他们是很 OK 的，那孩子就能够被照顾好。所以这个是从儿童保护的概念。那副总会长呢，偷偷透露一下，他也是我们的寄养家庭。是哦。对，副总会长，所以我们都是好朋友啦。那真的过去长期以来，他很有公益心，那他也做我们的寄养家庭，然后他自己在经营这个私立托育中心，那都是很用心的。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希望9月31号30日之前。那越早越好，那赶快来跟我们签约。我刚刚已经保证，各再保证了袂欺负咱的保姆啦，嘛袂互咱无代无志，互你安尼讲看到法令就足惊其实真的不会。那再一次的呼吁9月30日之前，为什么？因为这个30日之前。若无来签约，你照顾的这个囡仔伊无法度好为8月初伊开始领。8月6000，9月的6000，8月的6000都领不到，都领不到，所以就是12000所以这是家长的损失。我感觉讲，咱照顾的这个宝贝的家长，甲咱嘛是伙伴关系，咱的保姆既然我拢讲甲这么清楚，我希望讲。大家赶快来签约，那让家长可以从8月1号开始来领取这样的托育补助，这个真的是每天都在期待的。是，对，谢谢局长都挂保健干的呀，所以呢，哇，这个真的呢12000这个家庭就是对家庭来讲真的是蛮大的一个补助所以大家9月30以前要记得赶快去申请。对，而且我们很友善的，就是说有3个措施，社会局这边别的都我不知道，或者别的县市，但是我就是释出很大的善意，我就请我们的辅导员，请我们的同仁，一个一个的去跟保姆说明，那一个一个到府去收件，那希望说给保姆最大的方便。那有什么疑问，还可以1对1的来询问。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夜间也开放给这些保姆。我们知道他白天带囡仔较不方便所以暗时他可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服务中心来这个讨论伊若无要互阮去伊的厝内底打扰伊就甲你送出来，安尼嘛是会使。假日我们也开放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这2次的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为了让保姆方便来签约、送这个约，那我们也来开放假日晚上这个都可以来联络，这个是我们释出的这个让他们最方便的方式来签约，很贴心所以大家把握机会好，那我们节目最后就请在场3位来宾来做结论那我们先请温理事长。其实像刚刚今天我们局长真的是对我们这个契约书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对，也跟我们挂保证了那同样的我也希望说还没有签约的保姆很简单的一件事，
今天你们的保亲关系，好不好？当家长把小孩子送到你这边来，你们的缘分已经升起来了。对啊。然后这么好的一个缘分，那你是不是应该会站在家长的立场？站在家长的立场，当你跟家长说这个契约怎么样的时候，我不签，家长支持你，那你是不是反过来站在家长的立场，替他们想一下，替他们想一下，签约真的对你有这么大的这么沉重吗？对吗？对啊，有这么沉重吗？真的有这像局长所讲的有这么沉重吗？对不对？然后今天我们局长又做了这么多的保证，而且把这个契约的内容解释得这么清楚了。对，没错。对，那想签约的保姆赶快签约吧。最近这几个礼拜晚上啊什么的，通通都有。只要你随时打一通电话给你的中心，他一定服务到家，去你家去收件。谢谢。OK， 谢谢理事长。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副总会长。好的哈。在台南市经营托婴中心，我应该迈入第13年了哈。哇！对，那我是第一次可以感受到，局长对我们托婴中心真的是很重视我们。我光这样子的一个沟通会，至少我参加了3次，可以看得出来，从专员啊、科长到局长，对，非常的重视这一次的一个准公共化的政策的推动。所以。那也感受到了市政府的一个市府的一个善意的回应，对，诚意跟善意哈。所以那我们自己也会带头加入这个准公共化的一个合作托婴中心。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小孩子能够受惠，提高的这个生育率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否则将来少子化严重的影响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的一个发展。好，那我非常的感谢这个社会局给我们的一些提供的一些资源，谢谢。好，谢谢。来，我最后邀请社会局长。谢谢，谢谢2位哦，真的帮了很多的忙。那我还是要再呼吁我们的保姆跟托婴中心来跟政府合作那作为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伙伴。还有资源毕竟我们自己要设立那么多，是在人力、物力、场地都是很大的困难。那用现有的一些资源，那个是最快速、最有效的。那我们也盼望能够提供给家长选择权。那也在这边要再一次的说，中央各层级的长官，他们说的滚动式，一定不是今天明天就要滚动，一定是一段长的时间比如说这个约签了，就会到108年的年底。那108年的年底之后，才会再来做一些修正，就是大的修正，如果需要的话。所以这个约，那修正了之后，也不会因为你这么签人阿拜的适用好诶，你都无适用好诶，绝对无这款可能性啦不可能的，一定是一体适用的。所以再一次呼吁我们的保姆能够赶快跟我们签约，9月30日之前。那家长也虽然有你的选择权，那你不一定在乎2500跟6000的差别，但是我想这是政府的诚心，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受惠，那盼望真的能够在9月30号以前，那我们台南市都能够是最好的一个公共化、准公共化的一个推动的幸福城市。谢谢，谢谢。哇，今天听到我们3位来宾这样子的一个探讨呢，雄心的观众朋友对的这个育儿津贴还有托育补助有进一步的了解啦哈。那当然这个新政策上路，我们希望它能够顺利的推动，因为这样听起来，如果它推动的顺利的话，绝对是创造多赢的局面哦。荷兰在此呢，感谢很多位贵宾谢谢局长，谢谢副总会长，还有理事长，谢谢你们。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市民形象节目，咱再会。